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过去真侪古早台语歌词嘛，拢会写到纪元安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。这里就是记，过一记第三条纪元的记。讲到这个记，就是已经安怎的意思。咱讲纪元，已经过去的代志，咱讲是既往；若是已经发生的代志，就是既成；已经决定，咱讲是既定。既然是安怎，已经是安怎，咱讲既是。另外，还有旧历12暝月娘，或者是寄望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既然，意思就是已经安怎，最初安怎。一般拢是用伫咧一句话头前，后壁还佫会接第二句话。第二个词读做既是，也就是既然是安怎，或者是讲已经安怎。像讲既然安尼，就免佫讲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既然伊甲无爱你，你就规气看破互伊去。既是随人做随人的，田无到水无流，就免佫再计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